善台今日回暖翻少少，冇咁大風啦。係啊，海欣，天色唔錯，都幾好陽光㗎。先睇下分區氣温，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嘅最低氣温介乎14.6至到18.1度。至於最高氣温就介乎16.4至到19度。轉睇下衛星雲圖，影響廣東沿岸嘅東北季候風正係逐漸緩和，同時覆蓋嗰區嘅雲帶亦都逐漸轉薄。預測大致天晴，日頭乾燥，最高氣温大約23度，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。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，內陸地區日夜温差都比較大。今個星期後期漸轉多雲同埋有幾陣雨，冬至日頭天氣温暖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5，強度屬於中等。跟住睇埋大灣區城市嘅天氣。澳門、珠海多雲，中山、江門多雲，肇慶、佛山多雲，廣州、東莞多雲，惠州、深圳多雲。天氣先講到呢一度啦。